多谢志明来看台北市消息。台北市文山区木信路二段站的11点外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。一个19岁姓顾这个少年人呢，伊的桥倒摆，离残了去弄到头前桥倒摆的人，两人就咧摔倒在地。一个热心的乡亲要见斗三工，想不到后壁一台轿车就咧弄落去，将三人佫弄倒在地。这个姓顾这个少年人被弄飞到对向的车道，和对向拖吊车就咧交过，最后呢抢救嘛无效。伊本来是为素食店下班。要甲同事去食宵夜，想不到小人煞对着3摆车祸来无命。穿蓝衫的顾先生拄则家己摔倒，疼到坐伫咧涂骹，边仔好心的民众袂过倒三共牵车，不料个后壁车辆竟然直接弄过来，三个人就安尼当场互弄飞出去。顾先生互弄去对向车道，疼到爬袂起来。路边民众看到，赶紧要摕手机要报警，毋过这个时阵对向一台拖吊车驶过来，当场告着顾先生。现场的民众看到这个过程，拢惊到怪摇去。因为一开始他们摩托车两个擦撞啊，就听到滑雷的声音跑过来，他后来那一项的车哪知道没看到就撞过来了，两个人就飞过去了。救护车来到现场了后，顾先生已经无伫咧当开送病院抢救，同款当上过身。这件车意外就发生伫咧台北市文山区木信路二段，乌色轿车撞到前方玻璃吹起，顾先生安全帽啊含衬拖拢要搁遗留伫咧现场。当时顾先生骑车家己摔倒，触向头前，弄到46岁骑车的老先生。老先生甲车牵去路边了后，含另外一个好心民众过倒三工，三个人煞伫咧路中捡后壁车弄，顾先生互弄飞到对向车道，佮捡拖吊车交过送病院，嘛是无喘气。是什么状况啊？我不知道，自己都搞晕晕乎乎。他在车道上躺那边，我根本就没看到，暗暗的。下雨警戒也都没警戒，也都不知道啊。两驾驶叫警察于过世地区做医生，听讲这个19岁顾先生是一个大学生，伫咧连锁素食店做线工，下班当要回去，煞伫咧半路中，小人煞拄着3摆车祸，互家属无法度接受，一条少年性命就安尼规乌有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